嘿，我在全安高定的门口，你在哪儿？没看见你啊？我在这里啊。士别3日，有没有觉得我变得与众不同了些？怎么了？啊，你这身不好看，是不是成熟？不，是我穿错了。嗯，走。走。没事。慢点。顾小姐，你今年多大了？阿姨，我已经21了，刚满的生日，天蝎座。我们家陆晋也是天蝎座，今年是本命年，36了。顾小姐年纪不大，打扮的倒挺成熟。因为我从小都显老。为什么要选择厨师这个行业呢？阿姨，原因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家是饮食家族，我们家3代世袭都是厨师。我听我爷爷说，我们家族最早之前在御膳房也是有人的。从小受到这样的熏陶，耳濡目染，慢慢的呢，就对做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也就走上了这一行。而且，我在很久之前看过一本书，书里面写，这个世界上只有3种东西可以跨越时间、空间、语言，达成人与人之间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。哪3种东西啊？音乐、美食、爱情。音乐我确实是没有什么天赋，所以我就选择了美食，因为我想给心爱的人做一辈子好吃的。嗓子不太舒服啊。歪了。歪了。什么歪了？睫毛歪了。什么歪？睫毛歪？这回就另一面。早说。好了。儿子，你能让我跟顾小姐单独谈谈吗？聊一点我们女人之间的事。女人之间的，还是歪的。我去给你们拿点点心。顾小姐，你是不是需要钱？啊？阿姨，我不知道您跟多少个女孩说过这样的话，我也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回答您的，但我的答案是，对，我需要钱。我需要钱，是因为我爷爷年纪大了，我想让他早点开始享福。我需要钱，是因为我家的房租下个月又要涨了，
我必须得挣更多的钱才能交得了房租。但是我需要的这些钱，前提都是我自己挣的。哎呀，不许看，不许动，不许叫。对不起啊。下去吧，这里不需要你。我给你的钱，是你这辈子都挣不到的。说吧，你要多少钱才能离开我儿子？别跟人一见面就刚，你可以面带微笑，然后说不好意思，我今天不太舒服，可以下次聊吗？转身优雅的离开。对不起，阿姨，我今天有点累了，我们改天再聊吧。